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但以理书第4章第19节到27节，哥罗多西书第2章6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坚固。基督徒如何坚固自己的信心，就如同我们昨天分享的，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命令，如同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9章19节对门徒所说的话：这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这里，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吧。耶稣基督指的就是那一位被鬼附身的孩子，他跟他的父亲这样说：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所以孩子的父亲就立刻的喊着说：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是的，我们都需要在信心上被坚固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如同尼布甲尼撒一样，上帝给了他一个异梦，让他看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。重要的是，上帝要他悔改，顺服上帝，然后预备领受救恩。但以理书第4章19节到27节，但以理又名伯提沙撒，一听见这话，惊惶的说不出话来。王说：伯提沙撒，别让这梦和他的信息吓住了你。伯提沙撒回答：陛下，但愿这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，不是你。那棵大树高的顶天，世上的人都看得见，它的叶子美丽，树上的果子能够全世界的人食用。野兽在它的荫下栖息，飞鸟在它枝上筑巢。陛下，你就是那一棵大树，又高又壮，你的权力高达于天，你的统治遍及全地。陛下正在观看的时候，有天使从天上下来说：把这树砍倒，毁了它，只留残干在地里，用铜条铁条围住，跟草一起留在野外，受露水浸湿，跟野兽一起生活7年。陛下，这个就是梦的意思。至高的上帝已经把要发生的事情，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呢，宣布了。你会从人群中被赶出去，跟野兽一起生活7年之久。你会像牛一样吃草，睡在野外，受露水浸湿。然后你将承认至高的上帝在掌权人间所有的国家，他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。天使命令把残干留在地里，那是说明在你承认上帝统治全世界以后，你将再度作王。所以你陛下，请听我的劝告，不可再犯罪，要秉公行义，怜悯穷人，这样你就会继续长盛。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需要被勉励鼓励。保罗劝勉他们的信心要跟生活连结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15节，保罗就说道：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，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。
在他的里面扎根生长，建立信心。你们就是这样受教的，你们也要充满着感谢的心。你们要谨慎，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了，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，是根据宇宙间所谓星宿的灵，而不是根据基督。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体的在基督里，而你们跟基督连结，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他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。你们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受了割礼，这割礼不是人为的，而是他使你们摆脱肉身罪性的割礼。因为你们受洗礼的时候是跟基督一同埋葬，同时也借着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，跟他一同复活。从前你们有罪性，又是没有法律的外邦人，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，但是上帝使你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。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取消了那对我们不利、法律上束缚我们的罪责在的记录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毁掉了。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基督徒必须要让我们的生活活在基督里面，扎根生长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建立、被坚固。无论遇到任何的困境、攻击，都能够不至于失去信心，因为与基督连结，就必得着丰盛的生命，让基督的权柄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们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上主忠诚的子民多么高贵啊！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。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，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上主啊，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，你掌握我的生命，你赏赐多么佳美，你给我的地业多么的令人喜爱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，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。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里的面前，他在我身边，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也不容许你忠贞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求主坚定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怕风浪，不畏灵界的攻击，帮助我们面对困境以及灵界的攻击的时候，能够靠主得胜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